是最佳前任，哪有借口怀恨？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向天空。现在开始要陪着小孩去练钢琴，所以他每一堂课我都会陪着他上，只要我有时间的时候。反正因为我得要在家陪他练琴，所以我得要自己先练熟那些曲子，然后才让他知道哦是这样弹的这样弹。现在老婆比较不会因为我弹什么而她觉得哇好棒，她把对我的爱转移在小孩身上，对，我也没有留次数啊。能不能变前任呢？希望他能连任，送他一粒高枕。去你的婚宴啊！其实“去你的婚宴”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带情绪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去你的婚宴，或者去你的婚宴。所谓的最佳前任，就是应该各自安好，大家过好自己的生活，然后各自幸福。